是这个森林园长仑仔社区，甲趴荒废弃的地条来改造，变成做拟式的教室。期待未来，甲社区的特色发扬光大。麻烦影乡亲到这个仑仔社区，亲手来体验用这个实物来拟式。 这是元中乡仑仔社区，社区规划甲地条改造是文理的教室，户名做自信泥坊。其实这个地条伫60年前嘛，真正是一间泥宝坊。现场呢也有给我们的乡亲来一起来做 DIY， 那让乡亲呢在透过这个假日呢，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活动。 泥宝坊正是营运了后，呈现出社区的创意。即摆就有利用土豆和稻草来泥宝，社区嘛欢迎各单位来遮体验。原料一定要落实的去过滤，像他们这边，他们有用稻草，还有那个土豆秧，就是土豆的迄秧，那个都是废弃的。 用实物来泥宝，会使讲是愈来愈实行。仑仔社区嘛有其他的体验，嘛欢迎大家来遮交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